干嘛呀？这个女人明明是我妃子，和我爱妃亲热，没什么不对吧？干嘛呀？小公公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活公公？你敢辱骂殴打朕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跟你上床是天经地义的人伦，朕怎么了？谁是你爱妃？谁是你爱妃？狗皇帝，狗皇帝！我告诉你啊，也就我娶了你，要不然哪个男人会看上你这种母大虫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们国家会有1000个光棍，100个男人排着队来娶我，我也轮不到你。那你快等着吧，等100个男人来娶你吧。你以为我真的对你感兴趣啊？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你放屁！你放屁！你睁眼睛说瞎话！我怎么没有了？我怎么没有了？好香啊！
从西边出来了，会洗衣服做饭了。这有何难？学呀！小公狗，学得挺快啊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？蠢女人，这又不是什么高难度技术活，快吃吧。太好吃了！我做的肯定比你做的好吃吧？可不嘛，比我做的好吃多了。但以后做饭这活儿就交给你啦。你都会用洗衣机啦？这有何难？2、3下就学会了。哇，变聪明了！我是谁啊？我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5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这天高不够你这只鸟飞，这地阔不够你这匹马跑，我这浅水区也容不下你这只大龙王啊！赶紧在我眼前消失吧！哎，蠢女人，给我找个工作吧。选工作了？想挣钱啊？没问题啊。你有学历吗？学历是什么？学历呢，就是你学习的一个证明，比如说大专、大本、研究生、博士。在我们这个社会，工作必须得有学历。这算什么呀？从我出生以来，都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来教我啊！你们这儿应该叫做精英，全国所有的精英都来教我。我从小就受到超级教育，而且看书啊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理解力超强。你说你从小读书好，悟性高，自认为非常非常的聪明，可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，差得太远了。啊，我原来还在担心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，看来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啊。不出3个月，你肯定会对这个社会完全的熟悉，你的聪明才智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。当我瞎操心了。你担心我，那就对了，因为你是我老婆。不要脸！刷碗去。饭是我做的，还要我刷碗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是精英啊，这刷碗不太容易了吗？咱俩分工不一样，我搞创作，你刷碗。谢谢皇上。进。谢谢。我也想学电脑。你学电脑干嘛呀？你已经有一个神一样的脑子了。要是古代就有电脑就好了，我只要给我的大臣部门发一个邮件就可以了，或者直接跟他们语音，然后部署计划。行，我一会儿呢就给你申请个 QQ 号，这样你就能跟你的大臣们聊天了。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快出去吧，别妨碍我工作了，我还得赚钱养活自己呢。在你们这个时代，女人都能养活自己，那男人干什么？大多数女人是这样的，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公，就可以在家当全职太太或者是阔太太。
但是现在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说呢，大多数的男人现在都养不起老婆和孩子，所以就需要夫妻共同的收入来养家。一般男人呢，挣了钱就要交给老婆的，让老婆统一安排。男人赚了钱要交给老婆？那女人干的工作是和男人一样的吗？好多女人都是男人的上司呢，没什么可稀奇的。中央有一些领导，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的副宰相、六部尚书，还有各省的一些女的省长和副省长，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的封疆大使之类的。这都是什么时代啊？阴阳颠倒，社会岂不秩序紊乱了？现在这叫男女平等，我们这个时代比你们那个时代强多了。男为天，女为地，怎么可能平等啊？真是世风日下呀！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只要是不偷不抢，用什么方式挣钱都不丢人。你挣了女人的钱，女人又挣了男人的钱，哎，就一回事儿。对了，我应该给你好好安排一下你的人生计划。你一个小女子，怎么给我安排我的人生计划呀？摆什么皇帝的臭架子啊！你都已经落后1000多年了，山炮，你懂什么呀？难不成你还指望我来养你啊？你要不早点自力更生，我就赶你出门。要不是看在你是古代人的份上，我早就甩掉你这个大包袱了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呀？穿一身白就以为自己是白马王子啊？切！你不看看你的姿色，笑什么笑？我给你准备了2本书，你回去呢好好学习一下，